对了，理解了。都是这样的吧，面上的，哇，你也不认，家嘛，家嘛，这看完回什么？这家人你不来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周末也热了，晚上热死了天，这个就是现在，这样回来换，回家嘛。咱不管这个我的不能上班了，这个不能啊，过年了就是这样。